大家好，今日咧又係我 Christopher 主持一個斜槓一族嘅節目。今日我哋請到嚟嘅嘉賓咧就係 Alice。Alice 啊，我知道咧你本身喺美國讀書嘅，我都想問下，其實你讀完書之後咧，你係接觸過啲咩工作咧？我就接觸過航空業嘅，喺航空業都做咗差唔多2至3年。疫情嘅時候就轉工，就轉型做生意，就加入咗保險行。係有少少空餘嘅時間，亦都想發展去其他我自己嘅興趣。開始咗露營車嘅事業啦，到依家咁啊，最近嗰半年就開始咗一個賣茅台酒嘅。咦，咁其實都幾得意喎，因為你本身喺美國讀書嘅時候係讀咩科㗎？讀航空嘅。讀航空嘅。係啊。讀完書，跟住然後就加入航空業，見到啲而家年輕人或者打工嘅人咧，好快轉工啊！咁有咩驅使你會加入航空業做3年，跟住又要令到你走呢？最初翻去讀書嘅時期啦，我嗰陣時讀書唔係好叻，有緣地接觸到航空呢一行，跟住就不如試下呢一個本科，因為嗰陣時唔係相對地冇咁流行嘅，反而一個新嘅科目嚟。turns out讀書嘅時候個成績又唔錯，咁啊就開始諗喺呢一行嘅出路，咁啊於是就畢咗業。咁好多人就話，通常畢業嗰行就會想做翻嗰行嘅，咁但係我係想試下，不如試下喺航空業度發展啦，因為嗰陣時都叫蓬勃啊嘛呢個行。疫情嘅時候就開始見到呢一行式微，同埋見到個難處，我面對緊嘅困難係唔會係2-3個月再搞得掂喎，係講緊幾年嘅時間。咁我呢幾年嘅時間點咧，青春收入各樣，於是就諗下點樣轉型。咁我轉型得2個方法嘅啫，一係就繼續打工，一係就出嚟做生意。如果無本嘅生意有咩行業可以咧？咁我就知道係保險，咁就踏足咗保險呢個行業。係咪好大反差呢？本來係做行業係一啲好技術性、好知識型嘅嘢噶嘛，咁轉咗做保險嘅時候呢，咁其實保險佢本身嘅工作當然要有好專業嘅知識啦。咁但係做嘅工作同埋見嘅人完全唔同喎。可能以前行業呢，見都係內部嘅人，但係如果你做保險嘅時候呢，可能就要出去見人。咁喺呢個轉變嘅過程入邊呢，有啲咩最大困難對於你嚟講？最大嘅困難，因為我本身由細到大都唔係好怕見人嘅，反而係收入嘅空窗期。因為你做保險要種種子㗎嘛，唔係一下子就會有好多嘅收成。咁初頭嗰半年9個月甚至1年左右嘅時間咧，即係頭1年嘅時間都其實相對地係困難嘅，因為加上疫情啦，客又難見咗啦，即係變相你想見人嘅時候，人哋未必想見你，因為驚。即係趁呢1年嘅時間咧，我亦都積極咁樣去即係摸索呢一行啦，因為更加好啦，個蜜月期更加長㗎嘛。係。咁個蜜月期長嘅時候，咁咪好好裝備自己啊，上堂啊，上 training 啊。我哋今日有節目叫斜槓一族啊，咁最主要就係講而家好多人咧，可能有唔同嘅工作啦。咁其實頭先你講啦，收入嘅空窗期，其實就直接令到你係冇錢㗎咯。係。咁呢段時間會諗下，即係除咗做保險呢個行業之外，有冇其他嘅諗法會涉足其他行業咧？嗰陣時係有嘅，有嘅，因為知道個空窗期同埋保險呢一個行業咧係要識人啦，人脈要夠廣啦。咁你點樣識到人咧？咁嗰陣時就諗過下，如果既然我又想識人，又想有啲邊球嘅時候，會唔會做一啲比較高端啲嘅行業啊？咁樣咁，於是我就嗰陣時就諗做露營車其實都係一個不為嘅選擇。事關我自己嘅喜好都係中意車嘅，就咁玩車嘅話，就會覺得冇咁專業，開始就諗下會唔會去試下踏足呢啊？因為其實咧，我接觸好多做保險嘅 leader 啦，佢會覺得喂，其實你做保險就保險啦，你又做埋其他嘅行業，你唔夠專注喎。你對於佢哋呢啲諗法，你認唔認同啊？我覺得其實如果適當地分配時間咧，係可以兼顧唔同嘅行業嘅。如果你好分心或者你兼顧唔嚟嘅時候，當然專注一範係。咁但係如果你嘅 time management 處理得好好嘅時候，其實係一件好事。做生意就冇分話嗰一行還嗰一行嘅，其實啲人物都撈亂用嘅。我喺露營車嘅行業都識咗一批人嘅時候，其實都可以拎up埋我保險嘅行業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生意就唔係做翻嚟嘅，係 cross over 翻嚟。可能係一個行業搭另一個行業，可能有唔同嘅化學反應出到嚟嘅。咁啊講翻啦。
你話疫情期間你想 training 啊，有空窗期啊，跟住接觸咗呢個老爺車嘅行業，我又想問你啊，一部老爺車翻到嚟嘅時候係好多嘢需要維修喎，咁呢方面嘅知識你喺邊度學到咧？靠上網 YouTube 呢個偉大嘅 channel， 嗰部車本身翻到嚟香港要需要注意啊，有啲咩 basic 嘢要跟啊，咁啊老爺車離不開都係鏽啦、車身嘅漆有問題啦、零件老化氧化。至於我哋翻嚟嘅時候點樣去睇嗰架車嘅 condition， 我哋都有專人有 partner 喺外國嗰邊升嗰架車去睇啊。頭先你講話喺外國入車翻嚟，即係啲老爺車你喺香港係唔會去收嘅。我哋都有，但係我哋即係公司最主要嘅業務咧喺外國度幫客人去訂車嘅。我幫客人去訂車，你本身係等客人問你哋先幫佢訂。我哋就登廣告咯，轉載啲廣告，即係譬如見到有啲咩個升值潛力高嘅，或者香港比較少有嘅車，咁我哋就會登出嚟，就會話呢部車個底價係幾多，跟住就會話如果到港價係點樣，跟住我哋會包啲譬如出牌嘅 service 啊，計埋個稅啊，平到稅嘅稅項啊，咁林林總總我哋就會喺 WhatsApp 嗰度去講俾個客人知。一開始嘅時候幾多人做啊？你一個人做？一開始就唔係嘅，一開始係我老闆佢自己一個人做，後尾佢越做越大，加上移民潮嘅關係咧，咁所以有車嚟喺英國嚟，亦都有車去英國，開始公司就慢慢發大去做，即係唔單止做正嘅人口，做埋出口嘅，需要人手嘅時候，咁咁啱我話 OK 嗰段時間，咁於是就入咗間公司就開始慢慢咁樣做。經理手第一部車賣出係咩車 SL 129，係 Benz 嚟嘅。？Benz 嚟係㗎。 Benz 哇！咩年份呢個？1995年。個客人係咩客人嚟㗎？個客人係外國客人。你覺得老爺車其實喺個市場入邊，外國人中意多啲嘢，本地人中意多啲？兩邊都有，中意車嘅人咧，其實都嚮往老爺車嘅。因為我幾中意 Benz，我都有揸 Benz，我都問過整 Benz 嘅朋友咧，佢話你唔需要擔心嘅，就算部車幾舊都好咧，啲零件都一定揾到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冇錯。係咪 Benz 係相對地喺老爺車嘅個領域入邊咧係易整啦、襟揸啦，係啊，同埋一定有零件，同埋一定有零件。因為我就係覺得 Benz 好可靠，個品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。咁所以我見到好多老爺車都係佢啲好舊嘅 Benz 咧，都係做得好好嘅。